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公尺以上，惡劣嘅地理環境同氣候令到呢度好難耕種，居民主要依賴畜牧為生。草場退化同沙漠化係青藏高原面對嘅嚴重環境問題。出現呢個現象，好多人都歸咎於牧民過度放牧。牧民不是傻子，我自己有這麼多牛羊，如果過度放牧了，我的牛明年一半都死了。格薩爾王傳係藏區著名嘅吟唱詩篇，1000多年嚟一直喺高原上流傳唱誦，歷久不衰。現代東西難道全是好的？那我們這個祖祖輩輩傳下來的這些傳統，難道沒有一個需要繼承的嗎？土地上咧就有而家我哋人類缺乏咗，但係好珍貴嘅一種精神喺裏面啦。好慨嘆啊！係咪我哋嘅發展咧，只係可以帶俾嚟呢個大自然嘅破壞咧？